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今年的课程主题真特别，首次将元宇宙的资讯载入到课程当中，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老师黄雄仪，向小朋友解说元宇宙是如何串起真实世界甲虚拟世界，讲解如何透过 VR 虚拟实境目镜、电脑、手机啊，让元宇宙未来会当用伫咧教学、开会、消费、游戏等各方面。同时也特别伫课程当中，加入虚拟偶像制作，让小朋友亲自来看演。元宇宙里面，它有自己元宇宙里面的鞋子哦，所以现在所有的品牌，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得到的品牌，在元宇宙里面都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变成虚拟人物之后，我们也要穿虚拟人物的衣服，对不对？这时候你就怎么样？可以去 Nike 的元宇宙的商店里面去买哦，哇，非常棒，对不对？大家好，我叫林继凡，今天我要介绍我们家的柴犬，它在我们家都不会捣乱。没有啦，48岁，那角色是，其他的都记在银行里面。我在学校那个美劳课的时候也有画的，出来用就好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发型还不错看。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就是你想要几岁就几岁，你也可以把自己画成一个北。介绍我的兴趣。伫体验了做虚拟偶像，过来就是学习如何做记者。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主播秦碧纯甲郭文吉特别整理出采访新闻的重点，为发掘新闻、提问要点到新闻伦理等等，全部拢无总数的分享。不过，当学员试着采访时，幽默无厘头的问题，也让现场笑声不断。喂，麦克风。不是，不用测试的，各位小朋友，有点不受控。你是对这个记者或主播这个职业？没有啊，我姐姐来过很多次啦。他姐姐来3年。你姐姐是哪一位？陈依丽。国中了。曾经台南20活动的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年年举办精彩活动，每一届拢受到热烈回响。这岁活动带领学员了解新闻媒体幕后的工作内容，透过采访演练、点名、写稿、报新闻等课程，让学员体验做记者以及主播的趣味，并邀请业界名师授课。针对新媒体时代元宇宙议题，甲媒体试读受用来做讨论，希望学员会当一边算一边学，锻炼胆量，提升自信，并将新旧媒体所具备知识甲技能融合，培养科技甲媒体时代必要竞争力，进而成为有智慧的乐听大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